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今日嚟到火炭半山咧，介紹一個御龍山嘅單位。咁御龍山咧就係火炭嘅對面站，穿過天橋咧就可以沿住天橋道，唔需要淋雨嘅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咧769尺，係3房套廁，另一個多用途房嘅。咁我哋首先睇下個廚房先，廚房亦都相當之正啊。咁呢個係客廳，客廳出去咧連接大露台，望到一個馬場景啦，同埋對面河嘅山景啦。咁呢一個單位咧就係呢間頭房，係細房嚟嘅，空間感都好大。第二個房間啦，同頭房差不多嘅啫，間隔。呢一個咧就係多用途房啦，可以做睡房啦，或者書房，或者姐姐房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浴室，咁係有窗戶嘅，開放，唔係黑廁。咁呢個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其實都可以三邊落床嘅喎。咁有擺櫃嘅位置啦。咁呢間咧就係佢嘅套廁啦。